今日為大家介紹一個半山精緻上車盤，而富閣位於羅便臣道旁邊，附近都係住宅，非常寧靜。大門口位置，業主訂做咗頂櫃同鞋櫃。客廳有一副搶眼特色牆，外望開揚城市景觀。廚房鋪設白色大理石紋磚，有訂做吊櫃及地櫃。單位有2間房，大小相若。都設有到頂衣櫃同埋訂做床，善用屋內每一寸空間。單位位處高層，有好多窗，非常光猛。浴室同洗手間亦經過重新裝修。放盤單位非常罕有，大家快啲嚟親身參觀，感受一下啦！